你並唔係冇感覺嘅，只係你嘅情緒太悶、太攰、太亂啦，而你嘅大腦咧就選擇熄機。情緒麻木咧，其實就好普遍嘅。以下咧有幾個狀況，你睇下中咗幾多？第一，對任何事情咧都提唔起勁啊！以前咧好興奮嘅事咧，依家都覺得唉算啦，冇所謂啦。第二，情緒反而變得平淡，明知道開心啦或者難過啦，但心入邊咧就係冇波動。第三，身體感覺變弱咗，唔容易感覺到餓啦，唔容易瞓啦，或者唔知道攰，好似連身體咧都一齊麻木晒一樣。第四，逃避社交或者情緒嘅話題，唔想講太多，唔想表達太多，因為一講就會覺得會崩潰。第五，過度嘅理性，成日用分析、工作、笑容去掩蓋，其實只係唔想再觸碰自己嘅情緒。如果你聽到呢度咧，有啲覺得似自己嘅話，你並唔係冷漠，而係你太耐冇感受到安全感。如果你有類似嘅情況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話我知，或者 DM 我問我點可以幫到你。